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丁雅珊，欢迎收看9月2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伫教师节来到进前，市府教育局特别选伫上午举行105年度教师节表扬大会，表扬对象包括有教育部师铎奖以及教育奉献奖、第次师铎奖、优良特殊教育人员甲自称优良教师，总共600多位做伙接受表扬。市长赖清德也借此表达对教育人员的祝福甲感恩。由市长赖清德顶齐贵宾做伙将写给老师的卡片投入信箱当中，代表着对校长甲教师的祝福甲感恩，感谢老师伫第一线的教育现场付出专业，持续为囡仔找到适合发展的方向，提供圆满的舞台。我们希望我们教育局确确实实的把些卓越的教学方案能够落实到其他的学校。我们每一年都有人得奖，每一年的优点我们都可以借由老师校长之间的脑力激荡然后推广到各个学校里面去。那这个也常常我所谓的我们要进到一个名校不是那么简单有时候我们要碰到一个名师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如果教育局所推动的教学方案都是卓越的，那我们的孩子即便在比较偏远的学校、偏远的这个学校，那么他受到的这个教学，那么其实也是会很好的另外，我们也推广这个阅读的计划磐石奖的阅读计划，我也希望教育局跟我们全体老师大家共同来推动，让我们的孩子不仅仅会念书而且喜欢读书让他们文质彬彬未来呢更有这个竞争力。这次大会表扬的对象包括有教育部师铎奖、教育奉献奖、第次师铎奖、优良特殊教育人员、自称优良教师。当中3位得到教育部师铎奖的中民国小校长左逢源、明德高中校长蔡美燕、咸水附小幼林园老师许桂珍，拢亲身分享因的教学经验，成为其他教育人员的典范，让孩子能够在平凡当中创造出一种巅峰的一种成就呢，这是最大的满足感。那我们对弱势的孩子呢，也给他们一个非常展能的舞台，能够让他们能得到一个非常自信的一个发展，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7年前来到明德国中，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学校。那么呢，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经历了12年国教的改革，所以呢，我把以前的经验，从联考的时代，以及12年国教的这个12年国教，我想呢，我带领明德国中的全体的师生，走向一个最好的教育改革，迎向呢最好的生涯发展。我们就在班上的那个慢飞天使，那我们会给予等待，还有陪伴他们慢慢的成长，作为他最后面的一个支持。这是平常我们在教育上、工作岗位上的一个那个支持性。透过表扬大会，除了祝福校长甲老师教师节快乐，市长赖清德也期盼伫市府甲咱市教育人员的努力之下，为囡仔共创更较好的学习环境。台湾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每一当10月的第1个礼拜3是国际公认的世界脑麻日，中华民国脑性麻痹协会也拢会串联全国发起活动。今年台南地区将伫10月2号下晡1点半开始，伫市府头前的南岛路举办爱心园游会，以被锁定将关乎台南市脑性麻痹之友协会，欢迎民众踊跃参与。这寡脑性麻痹的学员非常打拼，克服身体上的侪障碍，在个身体无方便的状况之下，有缘在个台顶演出精彩舞蹈，要用心唱歌，或者是在个无协调的身体状况之下，有缘弹出美妙音乐，
和大咖参与的国际赛主会320地馆的师兄师姐以及这些贵宾，拢感受到因永远无要放弃的人生态度。为着要鼓励一寡脑性麻痹的朋友，市府议会这些贵宾拢到场，也分别捐出爱心捐款，要全力支持这场爱心园游会。那我想，我常常在说，这些孩子他们基因是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但不表示他们所有都是有问题。我想请问大家你们现在谁有能够组6个人像他们一样跳舞跳得这么棒？你有法度无？你无法度嘛，所以表示讲，其实伊甲咱讲的是一个生命，一个价值。生命的意义呢，他们是在启发更多人去思考生命的意义跟坚强。有限的资源之下，能够做个适当的分配，让他们呢不至于断炊。所以台南市议会呢，今天呢特别呢来到这个地方呢，希望能够致上小小的意思。咱嘛知影，台南市政府是一个监督的单位，唔是咧执政的单位，所以伫监督的单位内底提供有限的资源，虽然只是小小的几万块，但是已经尽了很大的心力，希望能够引起社会的关注，也能够抛砖引玉。脑性麻痹的朋友因为身体上的障碍，往往需要忍受济痛苦甲行动的无方便。也希望借由这届活动，唤起社会大众对因投入更加侪关怀。市社会局除了给他们关心、给他们支持，那给他们补助，编补助款，还有咱拄过去的这个中秋节，有无因有做足侪饼的。我唔知影讲咱赛主会才是毋是有甲因买这饼啦我想咱议会、咱议员才拢足支持，咱议长才拢足支持社会局嘛拢不遗余力替因行销会用甲因斗相共的，阮一定拢做甲这个足充足的部分希望咱社会的各界用各界较侪支持，帮助脑性麻痹的朋友，让爱飞扬，让梦远扬，爱心园游会。10月2号下午1点半，伫咧市府头前的南道路要举行，邀请民众做伙来发挥爱心，将你的关怀送到社会有需要的所在。台新闻网采访报道。代理议长郭信良23号特别带议员来到药诊的鹿野苑关怀之家，关心甲关注中度的少年以及家庭暴力儿童妇女，希望互社会更较侪温暖。为了要保护未读少年甲受家暴的囡仔妇女，罗本天津仁波切伫药诊成立了鹿野苑关怀之家，辅导因走向正确的道路。仁波切嘛希望会当甲政府合作，照顾更加侪需要帮助的囡仔。鹿野苑之家的成立是应当时的台南市县政府所托，因为当时的这个性交易、未成年性交易个案我们台南县并没有一个安置机构，所以是在当时的局长的要求之下、请求之下，我们所成立的。那么，安置机构它是一个保护型机构那么平时它是受到保护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对外去广大宣传，所以社会大众对保护机构的认识是不足的。因此，在募款上面也会相对的有很大的局限所以目前除了是经费上的问题之外，那么社工也是欠缺的。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呼吁大众，如果是您或者是您的子女对社会福利、对儿童保护有兴趣的话，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23号，代理议长郭信良嘛特别带领议员王俊涵、柯志春、陈义丁来到鹿野苑，代表台南市议会表达对囡仔的关心之意。蒋安慈善基金会呢，这个鹿野苑的成立呢，非常的值得社会的肯定与关怀。毕竟收容这些的少年少女一些需要安置的呢，做得非常的成功。但是政府应该做的呢，就是积极来磨合。所以这边的纵使有这么好的环境，
和这个的财力和外面的帮助人那么的多，但是介绍进来让他们安置的人员呢非常的少，所以这点需要政府呢大力来给他们的协助，让他们能够发挥这个地方的功能，还有爱心的发现。第二个就代表台南市议会所有的议员呢来这边做个捐赠，希望引起社会大众对弱势的关怀关注呢，能够大家踊跃呢爱心，大家一起来。议员除了到现场关心，嘛捐赠善款给鹿野苑，用行动传递温暖，给社会更加侪正面的能量。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铁路地下化对台南市的影响，那是工程地下化，而是将被铁路架起的都市合起来，并且公布要展开相关的都市更新，就是带动台南市发展的全新风貌。当然，这么重大的建设，沿线的住户因为工程被强迫拆迁，需要完善照顾，甲维护因的权益，将冲击降到上低。所以市府率先全国推出照顾主体专案，现在做回来了解。市府表示，铁路地下化是中央的重大交通建设，需要土地机关是交通部铁工局，所以有关土地结构、征收甲拆迁房屋的补偿，主要拢是铁工局。市府只是配合都市计划调整，但是卡伫照顾市民的责任，而且自救会方案嘛共款来拆除的状况。所以，市长赖清德提出台湾自治史上第一个公共建设毋捌有过专案照顾主体方案，就是要互拆迁户拥有一个更加好的徛家环境。现主市行政的版本，相对来讲是较好的版本，但是我嘛知影，要推动行政的版本，一定会去伤到咱沿线住户的权益，所以我毋知提出一个主体照顾方案，就是会通来补贴减少大家需求。照顾主体方案的基地，就位伫台南市新山路南边，生活机能良好，交通利便，预计兴建12到15层的大楼，目前为止已经起到7楼，包括店面甲主体总共365户。而特别的福利建设是台南在地知名公司，作品拢具有指标性，而且过去该公司真少去样品屋。但为了铁路地下化的照顾主体，特别破例有32坪、47坪到50坪3种选择，除了无做到设计，充分运用室内空间成为一大特色，而且所有建材规格甲品质拢快得。福利表示，一直到明年10月，员工到处拢会当对照来印证，展现诚意甲用心。目前超过8成的拆迁户拢已经申请登记购买。不管格局，不管建材不管所有的设备那所有设计概念都来自互利过去的经验，所以其实大概我们照顾户到现场看样品屋都可以看到展现的所有格局跟舒适的一个住家的方案。那我想我们把样品屋留着，到照顾者全部盖好的时候，可以对照这边的模式跟那边到底有没有一样那我想互利要负起全部的责任，把这次的照顾者把它做好。依该地段估算，目前市价一平大约25万，不过市府却以成本计算105000块，提供拆迁户申请购买，以照顾因大的权益，甚至延续社区情感。它有4成是可以卖一般民间的自购户，那有6成是属于照顾户。那6成的照顾户政府规定你的品质再好，一坪是10.5万。那不是照顾户的一坪就依照市价，我想市价从21、22、23、25都有可能那些价位是我们用自由买卖的价位。那其实我们的互利的方案是这样，把4成的价位用市价来弥补照顾户，那这样去平衡市政府推出的这个补偿的这个照顾方案里面市政府除了这个针对这个拆迁户它的现有的除了拆迁以外市政府会非常这个优惠的方案来进行这个土地还有地上物的这个补偿那这个补偿以外
市政府另外又推出一个让这些真的有居住需求的这些市民找到一个新的这个居住的环境市政府透过行政院的核定在台南市的这个南台站整个区段征收区一个新社区里面找到一个大概1.9公顷的土地来推动这个照顾住宅。另外，市府为了增加住户同意搬迁的意愿，嘛采取协议结果方式，只要住户愿意，市府伫地上物补偿部分除了法定的金额，也可以增加50%的额外补偿。开始面对也有将近2成的住户无同意拆迁，或是也未登记照顾主体，市府表示拢会搁再先困一一来沟通，避免后面的天数当中有无必要的对抗。电新闻军及郭补义专题报道。新曲分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想多开车门啊！想但是开车门，想但是开车门，想但是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期4天的日令新基展，23号伫南胖世贸中心登场。今年第6届的参展单位创下2年来上济，现场嘛有真侪优惠甲抽奖活动，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为了推动日令成基产业发展，经发局每一档拢会举办国际日令成基展。今年活动已经迈入第6届，参与的业者多达450个单位。嘛有来自其他8个国家的业者参展，互展览迈向国际化。这一次的展览，基本上的参展站数，参展的摊位基本上又是创了纪录，总共是450个摊位，总计有220个厂商来参展。那这个展是我们6年来我们规模最大的，也显示在台南。这个生技绿能在台湾、在台南这块，已经在地化了，所以我们才能身为一个执行单位，可以这么顺利的来办这个展。活动当中也邀请到市长赖清德主持开幕典礼。赖市长表示，希望会当将成基日令展打造成为国内上界大的展览，并且结合沙仑科学城建设，推动台南的成基产业。有8个国家来参展，包括美国、加拿大，包括新加坡等等，总共有8个国家。那么这个都是进步了哈，都是进步。然后营业额那也不断的在提升，这个都是非常好的现象。那我们非常希望哈，大台南的绿能跟生技在大家的共襄盛举之下呢，能够持续的进步。那我非常期待哈，蔡英文总统的绿能这个园区哈。在这个附近就是沙仑农场那边奠定基础之后对台南市的价值一定会更加的好，对台湾也是一样。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几年来，生技绿能产业在赖市长的积极的推动之下，在台南市已经落地生根，而且不但是落地生根，正在开花结果当中。那刚才陈社长也提到了。经济部已经核定了台南沙仑的绿能科学城的计划，这个计划代表的是新政府蔡总统上台之后，就任总统之后所推动的5+2的产业，在绿能生技这一块，即将在台南大力快速的推动跟起飞。国际日令成基展23号开始，连续4天，伫南胖世贸中心登场。展出期间，嘛提供真侪限定的折扣优惠，加丰富的奖品。
欢迎民众前往体验日能升级客好康。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消防勤务中心伫9月13号下晡5点外，接到民众通报，一名16岁的学生疑似运动过量，造成身体无爽快、无喘气，佮失去心跳。伫执勤人员的 CPR 现场指导以及救护车第一时间紧急前往抢救之下，顺利恢复生命现象。上午家长也亲自到消防局东门分队表达满满的感谢。受遭学生的家长看到水果，一入门就对在场的消防救护人员不断谢谢，因为因的宝贝后生，伫咧9月13号疑似运动过量，造成身体暂时性休克。伫咧紧急状况之下，好佳在有专业的执勤人员伫咧电话中教导现场人员如何紧急处理，佮加上救护车第一时间紧急前往抢救，才救回一条宝贵的生命。到达现场的时候，就看到教官还有同学在轮流帮忙做这个 CPR， 然后我们下去就马上去评估他的生命真相。他生命真相的话是没有呼吸、没有脉搏，然后我马上就做 CPR， 然后同时间 AED 电击了一次，然后我们再做一次 CPR 5个循环后，那个弟弟就已经恢复了呼吸心跳，对。虽然家长希望保持低调，无愿意接受访问，但伊有表示对所有辛苦的消防以及救护人员表达上悬的敬意以及100%的感谢。台南新闻网早采访报道。为了加强民众甲青年朋友对贩毒的重视，市府毒品危害防治中心伫23号举办骨力卡服务队戒毒经验分享甲成果发表会。透过成功戒毒案例的亲身分享，提醒民众对毒品危害的认知，唤起大众的反毒意识。由市府毒品防治中心办理的骨力卡服务队戒毒经验分享甲成果发表会，借此宣导预防比治疗更加重要的观念。市长也特别感谢服务志工队伫社区邻里推动戒毒的努力。一个食毒的人。伊出狱了后，还是出看守所了后，还是离开病院了后，伊来到这个社区，伊遇到足侪问题，家庭的问题、工课的问题，也是其他健康的问题，需要厝边头尾来帮忙。这个时阵就是需要骨力卡啦。骨力卡另外一个意思，我较加无成安尼就对啦。较加无的人，主动家己关心。伊有可能这骨力卡有可能是里长，也有可能是连长，也是有可能是厝边头尾，甲了解、甲关心，了后透过恁的关心，甲利用市政府的资源，要寻头路都工局会当甲帮忙，若要戒毒，咱卫生局会当甲帮忙，互伊呢毋通继续搁行向迄条路去。借着戒毒成功案例的经验分享，吴崇文先生表示，伊自细汉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位电竞选手甲教练。不过，却因为运动伤害来休学，后来行上歹路，接触毒品，最后是靠着厝内人甲朋友的鼓励甲支持，才成功戒毒。甚至现在佮协助吸毒的人戒毒，回归正常的生活。我最后一件感受反的是，就是感觉有一个牧师甲我鼓励讲。戒毒是当成功的，只要你若用伫好找着对的方法，你若明白耶稣的戒毒就是当成功。所以无偌久咧，我就出家吧。要出家的时阵，我嘛真欢喜、真欢乐，因为我知影讲我靠我家己我无法度用毒品戒掉，所以我就直接到咱基督教的牧会之家，咱屏东根生保护会所合的屏东辅导所，我直接戒毒。伫了戒毒了后，我看见着地遐工作人员，拢是戒毒成功了后，佫伫咧继续工作。我看见着戒毒是有希望的，所以如果伫了戒毒经过1年半了后，我继续留倒来伫了做工作人员，到即摆已经10多年的时间。最后，由着市长、副市长、卫生局长联合着毒瘾个案以及因的家属，做伙宣誓反毒的口号，呼吁民众拒绝毒品，也远离毒品。
咱新闻正山林根采访报道。铁花汤伫早期的建筑当中运用相当普遍，也成为一种工艺创作。不过现在已经真少看到。对此，一名日本建筑师特别规划铁花汤的募资计划，有计要伫321项艺术聚落，将500-600片的铁花汤组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的立体创作。由市府文化局委托日本建筑师藤本壮介以及府城设计师规划伫321项艺术聚落的环境艺术作品，交换基地，将借着老铁花汤的收集，来重新建造一个长度、宽度、甲宽度拢高美的立体创作。这一次的铁花窗募集计划呢，我们很高兴可以邀请到藤本壮介先生，他提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希望用铁花窗来作为他整个创作的主题，那用铁花窗来跟民众做不一样的记忆交换。好，那我们需要500个铁花窗，那希望各位民众可以共襄盛举，把家里面曾经有的属于你家里面的故事，也一起带到我们321来做，让它可以永续的发展，可以延续下去。好，它可以让你们家里面的故事跟321艺术聚落有更多、更不一样的连结。铁花汤所代表的是过去居民生活的一部分，甲在地有真深的连结，也是工匠伫建筑顶面展现艺术创作的工艺品，而且同时也是祝福展现富贵甲权势的象征。铁花窗它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好，在1920年代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其实它是必须要经由匠师他手做啊，那自己创作，所以它每一幅铁花窗呢，其实都是匠师们用手工做出来的。那里面有匠师的巧思、匠师的想法，跟匠师希望传达给民众的这种艺术内涵。好，那但是后来因为时代的发展，我们现在就逐渐的就被现在的铁窗、现在的不锈钢铁窗给取代了。那个时候的人呢，会觉得如果他的家里面的铁花窗，他是可以展示他的财富，展示他的文化内涵，展示他的艺术涵养，所以他们会较劲。好，所以各式各样的铁花窗是存在于我们的民房里面的。这项计划，他为嘉嘉西市场旅店以赞助大房的方式募集，目前已经收集到100多包来自台中、鹿港、台南、高雄甲屏东的铁花汤，距离目标500到600件，还有真大距离。欢迎民众做伙参与，共同来交换基地。电新闻正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7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6度到31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9月2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